艺术水阁好，各种解说呢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解说解说。好朋友，新正年头讲恭喜，咱来讲一个四句联。讲新春恭喜恁众人，点灯结彩闹苍苍。元旦炮声接续放，家家户户满厅红。咱知影讲四句联，七字四句，这是台湾民间传统台语艺术的表现。做歌仔戏嘛是七字四句呢，新骑白马走三关，改换素衣回中原，放下西凉无人管，一心只想王宝钏。过年时讲王宝钏甲四平贵两个团圆，四句联真出名。过来四句联到底源头对倒来，咱互相来甲探讨研究一下。咱知影讲唐朝时代七言绝句，就是七字四句。朝时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诗人咧写诗句，当然七字四句内底有讲究，有讲究啥？第一爱讲究倒句，第二爱搁讲究平仄音。不过咱知影来到民间了后，平仄音咱无才调去溪考，无才调去讲究，剩一个倒句甲伊保留。倒句咱才会记的，倒句咱才会好念。新春恭喜恁众人，点灯结彩闹苍苍。人甲苍就是倒句，过来讲家家户户满厅红，红嘛搁再倒句。啊，毋来干那讲过年时啊讲四句呢？咱知影讲食新娘茶，嫁出的时阵闹热，咱去共食一个新娘茶嘛爱讲四句，讲互对答，讲互伊倒句搁好笑。讲茶盘金金，茶后深深，新郎新娘若无烧斟，这杯甜茶我毋啉。哦，这原来倒句的趣味的话。啊，讲过年的四句联，讲祝贺的好话，咱安尼一两句啊，甲捡起来，一两首啊，甲记起来，去到人兜，咱讲人客欢喜，主人原来欢喜。过来甲讲第二条，讲恭贺新年万行新，听头当归甲成人，点灯结彩拜礼品，福满乾坤得金银。这各种所找这四句联，其实讲拢毋是我编的，拢是永早40-50年前内底旧曲盘，都是有人录出来咧讲好话。啊，当然啦，真侪人咧讲过年的气氛吼，一年比较一年，哪像无遐尼闹热。你甲回想即落较早旧曲盘内底人编出来念的歌句，真就是讲听头当归甲成人，真就是讲元旦炮声接续放。就是迄款真闹热的气氛。啊，讲到当归，讲到成人，即马真侪少年囡仔可能对成人也无啥了解啊。成人内底就是包土豆，外口裹糖粉，后红的后白的，人客来食一个成人，食一个甜，互相祝贺，点灯结彩拜礼品。望就是望讲，新的一年，今年一定会好过，福满乾坤，人人拢会当得金银，恭喜恭喜！